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着专心来找求伊，求就互恁，找就拄着，拍门就甲恁开。因为既若求的得着，找的拄着，拍门的就甲伊开。即时咱起立，三角来吟诗，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集欢喜，来学乐敬拜上帝。万有三角自集欢喜，我乐上帝自家吟诗。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的爱无穷无尽，从这天的海到万里。阿拉的美也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吉他这天多高我听，第六个春来就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命天心隆重欢喜，天上也会当生命，阿拉的美也更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咱三角用主祷文来讲道。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请坐。三角来启用，
启言文第39篇，也就是以赛亚第2章。伫将来的日子，上主的殿的山会建立伫正山的顶面，万国拢会约我来归依，万民会来讲，咱来去上上主的山，来去上雅各的上帝的殿，伊会用伊的道路教示咱。律法会对锡安发出，伊会伫列国中施行审判，因会将刀拍做犁头。即国无过举刀攻击迄国。雅各的家啊，就来！同心来祈祷，永远的光，永远的听，伫至悬荣光的内面有大权能，总是时常压乐听阮求救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大慈悲，伫安息圣日，组织阮正受阮的儿女来就近你。愿袂唱歌学乐，感谢祈祷，进入你的圣会敬拜，恳求你降临伫阮中间，带领阮的主耶稣基督，听阮忏悔祈祷的声，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使阮有安定的心思、为心思的诚实，尊敬你、服侍你，听叹圣经。你所启示真理的话，互你的名大大显出荣光，佮互阮伫你的圣会中真侪忠实的圣徒，为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万邦万民来求主是阮赐福满满，互阮正大家。阮奉主，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同心祈祷，阿门。同心来领受圣经上帝所启示的话，上帝所启示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雅各书第1章19节至25节。雅各书第1章19节至25节。我所疼的兄弟啊，恁知即个，若是逐人论到听，着紧。讲话着慢，受气也着慢，因为人会受气，无正上帝的义，所以恁除去拢总暗占，甲计较的恶毒，着用温柔来接纳所种伫内面的道理，就是为救恁的灵魂的。恁着做行道理的，毋是简单听的。来家己骗，因为听道理若无行的，譬如亲像人伫行呢，上细看伊本人的面，看过了就做伊去，连边袂记得伊生做啥物款。25节，若是人自信伫迄个骄纵的律法，就是互人自由的，也长长带伫迄个。毋是听了袂记得的，实实在在用功的，即号人伫伊的所做要有福气。
以上愿上帝的话发出亮光，光照咱，引带咱行永活的路。讲道，咱感谢主带领赵连成牧师伫咱的中间，咱从下面时间来交，互赵牧师。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至善悲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用阮搁一遍入到伫你的圣殿来拜咧阮的敬拜。主，愿知你是万富有的上帝，你是听阮世间人的阿爸爸。愿感谢你照你的形象造阮，阮也感谢你分开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伫地面上会徛起。倚靠被上帝你来行伫被上帝你所应允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恳求被上帝你帮助阮摒空阮心内的拉三有的，阮用清洁甲圣洁的心来拜了来敬拜伫你的面前。互阮伫被上帝你的听甲稳定中间，阮彼此的相交陪，是要加添阮的快乐，加添阮的看起，加添阮的听起，直到互阮会当学习怎样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来行。愿你的神即时临在伫阮的中间，引带阮，保守阮。愿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谢甲恳求，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主来所敬听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即个机会，才甲咱三甲来分享上帝的话。伫早前埃及的开罗，我想有2个家庭，因做伙用一口井。我会记细汉的时，我捌经过即个经验吼，厝边差不多几户，拄有井，迄阵无啥物款的自来水等等遮的。因做伙使用即口井。有一天，即个井的迄个抽水的莫达煞叫歹去。歹去了时，烧体双方谁都无爱安那叫人来修理，因为什么人找人来修理，什么人都爱付钱。为着即个对口角、冤家甲相拍，为了即2个家庭的相拍，才引起2个家族的相拍。伫遐发生咱讲一场闹会，迄种真惨的场面。咱真困难想象，因为一口井尔尔，对2个家庭到2个家族，伫即场的冤家中间，有18个人死去，真恐怖。其实后来叫人去修理的时，了偌济钱，5块。5角银，换句话讲，一个人的性命的价值只不过是3角外。我想通过这个事件，咱会当来想，人的性命到底价值偌济？人的性命的意义是啥物？人所咧讲的，人所咧讲的价值，人所咧讲的意义，佫是啥物？我想今仔甲咱三甲伫遮分享活伫当下，活伫即个时刻。今仔咱所看雅各书，咱知影伫新约圣经内面，伫保罗的批信内面，保罗伊非常主张因信称义。总是伫雅各书的咧写即本册，即雅各书的中间，逐个人感觉雅各伊所咧强调的是，因为你的行道来称义，因为你所行来称义。那亲像个保罗的信啊，甲雅各之下所咧讲的有无共款的所在。其实，伫保罗所咧讲的迄个信，甲伫即个雅各所咧讲的行，实在是一致。伫当保罗乘做外邦的使者去传福音的时阵，有一群犹太主义的基督徒，因感觉。
只有因为信仰甲稳定，就来接受这外邦人，真正甲因三同款是受救赎的人，因感觉安尼唔对。所以保罗讲这外邦的使者，伊行到倒，即群的犹太主义者就对到倒，来提出迄种的啥物无共款对信仰的看法。伫这个时阵，咱有看见保罗伊所咧强调的迄个信，伊是甚物款迄种的背景，伫甚物款的环境中间，伊伫遐来强调迄个信。伊咧强调迄个信，毋是干那你信啊尔，就是你的心内也信，就是你的行为也信。所以，并袂一句话中间，你若只有甲摕一部分起来时，就会产生那像保罗是讲因信称义，雅各是咧讲啥物？因为行达来称义。其实保罗甲雅各所咧讲的，我想即个是共款。对基督徒来讲，咱会当讲，无论你的国籍是啥物，无论你的身份，无论你的地位，咱所信的，拢是同一个上帝。上帝袂因为咱对伫伊的人物了解无共款，来改变伊家己。我想应该改变的是咱人。咱应该改变的是，应该咱爱成立咱家己本身，了解伫咱家己所啥物所持有的这个生命中间，咱上需要是啥物？我想有真个时阵，伫咱的人生的中间，有一个角，这个角伫无共款的生活的环境、无共款的背景中间，时常会安怎样做一个死角？因为你无法度人行出，你无法度人逃出这个环境无改变。是因为咱的认知伫美国威斯康辛捌发生一个，互咱感觉真惊吓的一个代志，就是一个17、18岁的少年人自杀。伊自杀的理由，你真困难去想象，因为伊的驾照互吊销，这个青人想袂开。伊感觉讲，我驾照互人吊销，我无驾照，我就袂当开车。我若袂当开车，我的车就无路用，所以我就失去我的车。当我失去我的车了的时阵，我就失去我的工作，因为我无法度安那开车去到迄个所在来工作。我若无车，我就失去我迄个社交的机会。因为我只有伫厝，我无法度人出外，我出外出要叫我坐计程车，无可能。因为安尼，伊感觉讲安尼，我人生有啥物意义？倒不如死死的煞。真正因为安尼，即个角伊伫遐来自杀，结束伊的生命。我想伫咱生活环境中间，时常咱会去面对甲拄着遮的事。我讲。书的读者伫遮，伊所伫遐表达的是咱对信仰所持有的态度，咱无停留伫信，迄个信是爱行出来。我想这个跟保罗所讲的无冲突，因为保罗伊用家己本身对一个压迫者，诚做受压迫者；对一个用压迫人做伊的夸口，欢喜的教弟，伊诚做受压迫，受压迫诚做伊的夸口。这种的改变。毋是环境的改变，是因为伊生命的改变，因为伊对整个人类的改变。所以我想伫遮，互咱三甲来想，有真个时阵，伫今仔咱的环境内面，咱真侪时阵只有停留伫咱所看到迄个真处的信心。你的信心对倒来是对你所看的，你的信心对倒来是对你所经验的，停留伫迄个看那样。我想这是咱可能爱去思考，是咧真正对上帝有迄种的信，伊就会真自然对伊的生活伫遐来表现。迄个表现毋是伫伊的看，因为伊将伊的看放伫伊的生命内面，也通过放伫生命内面，互伊的生命甲上帝有迄个连结，就甲上帝的连结的中间，真自然对上帝的领受，会当安那发出迄种生活的见证。我会记得我新来毕业的时，
受托第一个服侍就是伫大专学生中心。我伫大专学生中心伫遐咧服侍中间，咱知影大专学生中心学生的方面真有限，所以就爱靠教会兄弟姊妹，也是学生家己想办法去趁钱。所以迄阵逐年的圣诞节，阮会去卖圣诞卡，一张圣诞卡10块，阮会当有2块的利润，做团结啦，等等活动的路用。有一年阮咧卖圣诞卡去咧登记的时，真侪同学因感觉讲恁团结欠行为，就买遮个卡片，就互摕伫班里，互大家去登记。登记转来了爱统计，统计了爱安怎？爱开始伫遐装即个人买一张，买迄张，买一张，安尼规遐装。本来团结大家伫遐下课了来装这。迄个中间有一个同学对北部落来，伊的老爸生意失败。失败了是，伊来读册时，伊拢无对厝摕钱，伊透早去送报纸，下课了去做家教，来欠伊的所费。伫咧中间有一阶段，伊艰苦破病，艰苦破病是佫拢无要去看医生，因为爱钱。当伊毋是团契的客友，毋是基督徒，当伊共班的同学，是咱团契的客友，咧讲的中间。我讲你带伊来，我载伊来互医生看。就我载伊到一个长老的医生迄个所在，伊甲伊看，看了伊无甲伊摕钱，然后伊交代讲你3日后，就爱佫倒转来互我看卖。这个学生3日后无去，因为伊歹势。反正是这位长老打电话来讲，谁啊，较无来，所以我就去找伊，甲伊再去互医生看。伊感觉教会袂歹，这个学生事实嘛真袂歹，因感觉讲这个同学需要，伊讲迄阵伊拢叫我师哥啦吼，九哥吼，伊拢讲九哥，咱吼爱扣这个登记，扣这个，咱来互伊扣。做工读1点钟几元，我讲好，你阁真高尚，会当想到这个。咱无互伊感觉讲伊是咧受帮赞，伊嘛共款伫遐拍工来捡这物件，来得到淡薄的工资。就是当伊咧捡的时，真侪同学拢含伊斗捡，这种时间算伊的。所以伊非常的感动，一工伊找我嘛，对这个同学吼，叫我九哥吼，志哥。伊讲我想要读神学院，伊想要读神学院，伊感觉讲体验着真正上帝迄种的听真济即种的温暖基督徒即种的啥物关怀。我甲讲一项，你即摆的体验是安尼，总是你爱即种的体验真正用入伫你的生命内面，要怎样用入伫这内面？你先爱追求成做基督徒。当你成做基督徒了的时阵，你明白上帝这真理话命为了的是，你搁伫基督徒的一种的团结团体内面生活，你真正去体验了的是，迄个时阵你才来决定。当迄个阵你若有决定了的是，我绝对甲你推荐，你爱成做先成做基督徒，伫基督徒中间去体验。我想咱未免是咱知影我所讲安尼用。其实伫教会内面嘛有真侪问题，无有这团体无有问题，问题是伫你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你会当用你的信仰，用你的生命去面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毋是问题。总是你若是用只有你家己看起的去面对这个时阵，迄个问题就真做问题。当咱互信仰入到咱生命内面的时，咱就袂停留伫迄个敢若看起的那尔，敢毋是？这就是最后所咧讲的迄个顶头声啊！你任何拢无改变，总是你内面的画面已经已经改变，成做一个真正有耶稣基督伫你内面的。我想这要安怎去做？对我故事里才互咱看起，这是一个信心的建立。伊是在伫上帝甲人
毋是在伫人甲人。我想真了紧，保罗伊所坚持因信称义迄个信仰，就是因为保罗真正有体验，而且讲起迄种的信心，是侵入到伫人整个生命的一个存在。换即个讲，保罗犹原是保罗，总是保罗要怎样用一个压迫人的，转变成做受压迫的。伊伫受压迫的中间，无认为委屈，无讲要知我嘛怎样。受关卡的时，伊才会搁当来吟诗学了上帝，敢毋是？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伊将伊的神起造伫上帝，毋是起造伫人。咱就看起伫圣经中间，咱咧讲起个法利赛人，咱就看起伫外在迄种个通讲，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伊毋捌欠亏伫聚会中间，咱就看伊照时伫遐祈祷。咱有看起伊会当用真水的祈祷词伫遐，互人感动。虽然安尼，咱中间包括到再来，什么人欢喜，互人讲啊，你就是法利赛人，因为生命无改变，敢毋是？有人可能因为法利赛人来信主，总是伊无拄拄亲像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即种的虔诚，法利赛人即个早年水的一个什么祈祷来受感动，总是迄种的感动，无互伊停留伫法利赛人迄种的样相，迄种的形象，迄种的感动，有当化作伊家己本身，成做一个桥梁，互伊入到伫上帝的内面。因为保罗的批信内面，特别伫歌罗西，伊嘛伫遐讲日日换新，日日换新。一个基督徒就是伫遐不断咧成长。迄种的成长，毋是对伊所看去，迄种的成长是伊家己本身内在甲上帝迄种会结连伫上帝迄个内面，不断来领受上帝所赏赐的伫遐来成长。伫咱今仔日即种的社会内面，有真诶时阵，咱事实真困难分别，毋是咱袂晓人分别。是真正真困难分别，因为咱所看的真有限，因为咱徛伫无共款的环境，当人讲一句话的时阵，就是讲伊白嘛对，讲伊黑嘛对，啊那迄阵咱要怎样？我会记得我一届有去英国开会时，一位英国牧师载我出去，载我出去开车，住伫迄个树路口，伊要倒我的时。对方一台车来，迄台车来拍四灯，拍四灯。伫咱台湾即马较无啦，过去来开车，对方迄边甲你拍四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甲你讲啥物，若拢伫路的中间有来拍灯，甲你讲头前有啥物，头前有警察啦，有警车啦，对无？搁另外一种咧，我捌拄过，伊甲你拍灯。伫单行道中间，伊驶毋着方向，甲你拍灯，我开，看着安尼尔，那你会怎样？闪到边仔，迄大哥来了，伊等于就甲你讲闪，我要过啊，大哥来了，我遇到即个就是我拄好在太平洋中会议长。伊代表中会来到伫平常中会我载伊要去教会请安，透早去愈社在，但是就遇到安尼，即位牧师感觉足奇怪，伊甲讲发生啥物代志，我讲无啦，伊可能咧赶叫咱让伊先过啦，咱绝对袂当甲讲迄个大哥用较粗的话讲因爸要过啊。所以你来让伊过，我讲伊可能咧赶啥物安怎？事实上是安尼。我伫迄个所在，伊在我时，对方安尼闪灯的时，我看即个牧师完全无要停的啥物，含让的啥物，
迄种的感觉，伊一扑一个就甲挖过，我是当边仔踹甲要害。我讲我伊毋是拍灯咧，甲你警告吗？伊讲无啊，伊来拍灯是叫我先过，免让我先过，所以甲我拍灯，所以我就直接安尼随过去。无共款的环境，无共款的背景。有真个时阵，当咱无伫迄种的境遇中间，当咱听一句话时，其实迄句话安那，跟咱所想象的无共款。我想当时伫雅各的时代，因所接受。伫圣经中间的领袖是上会出现安尼，所以感觉讲保罗即个是敢若讲因信称义停留伫信，因毋知保罗只咧讲的是信甲行是合的。你真正信，就是爱有迄种行，较叫做真正信。你若毋是真正信，你迄种会行袂出来，敢毋是？雅各所强调的迄个行，你若无有即种的信，你嘛行袂出来。所以这。其实是同款的物件。换句话讲，这种起造是起造伫上帝甲人，毋是起造伫人甲人。人甲人有迄种无共款，上帝只有一个，人百百种。每一人伊要安怎样去思考，毋知影。当一个苹果摕出来时，美国人将种苹果看做啥物？伊会当将即种的苹果分析讲内面有铁质偌济，有维他命 C 偌济，有啥物偌济，这因的背景。若法国人摕起来，苹果要安怎煮较好食？若咱台湾人苹果咧，咱讲往来头西瓜尾，咱就感觉讲爱对倒位开始食较好食。迄个环境无共，对伫项物件看的领受无共款，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雅各书的读者，因所咧强调的，就是爱转来起造伫上帝，毋是起造伫人。今仔日咱活伫即个环境的中间，游玩也共款。咱实在看甲雾煞煞伫今仔日即种的社会内面，问题是你雾煞煞的中间，是毋是就是咱好好倒转来思考，咱诚做一个信耶稣基督人，咱诚做一个上帝的囝子，咱应该用什么款去看即个？最后，我想要活伫这个时代，真要紧的一项就是信心甲行为的合一。我想这嘛是今仔日咱基督徒上困难，简单讲就是信仰的实践。要怎样信仰的实践？咱是从你讲伫新人院受新人教育，我想受新人教育。除非讲你要做教授，你伫学术的顶悬爱有真深造。新人院的新人教育主要是要帮助一个受上帝敬重的人，有真好的装备，终其尾伊就是爱来到伫实际弟兄教会，怎样去带领，怎样去引带，怎样去甲咱三甲同行，敢不是？毋是干那理论的神学，看咱讲 Monroe。看咱讲 politic， 可能说咱毋知，总是咱人伫遐要甲咱讲起伫信仰的实践的中间，真实际，互咱伫生活逐工面对，会当拄定着这挑战的。我想这是咱真要紧的一项。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巴克莱，伊针对雅各书的经文。伊伫遐真无客气，伫遐用真咱讲尖的言语伫遐，为着要唤醒迄个时代的基督徒。伊讲毋通掠家己到教会来聚会听读圣经的解说，认为你就是基督徒。伊讲毋通参加聚会研究圣经，看讲安尼这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伊毋通掠做讲你忠实出席伫聚会温群读圣经，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伊讲上要紧的，就是将听到的转变做行为，这个才会当叫做基督徒。其实信仰的实践，是在伫咱每一个人，当咱甲上帝有契合的时。咱怎样去决定咱要行出来？我
我想刚才咱们听过一个故事讲起有一位长辈，伊伫要倒转的路面拄拄看到一只受伤的鸟伫迄个所在伊就伫遐甲迄只鸟捡转来，放伫伊的落地想讲要安怎甲带转去厝，伫遐来甲伊顾伤。当伊甲只鸟捡起来，继续行中间，伊拄着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真睿智，这个青年人一看就知影讲一定有心事，目头角角，行着安尼头咧咧。而这时阵，这个长辈就甲讲：“少年诶，看你若像有代志，真艰苦的款，毋知你发生啥物代志？”这个青年人甲伊讲：“我就感人生足无趣味的。”安尼百病到要死，过了阁袂快乐。这个长辈听了的时，伊就将迄只鸟摕出来。伊甲这个青年人讲：“你摇看卖。”伊这个青年人无看到，伊摕起来鸟，你看卖，你摇看卖，这只鸟伫我的手内面。这只鸟是死的，还是活的？恁摇这只鸟死啊活的。这个青年人真趣味，伊无直接甲因讲是死的还是活的。这青年人讲：“这只鸟伫你的手内面啊，敢毋是？你若用手甲掂者就死啊！你若放松，伊就活的啊。换句话讲，这个鸟死活是在你的手啊，对无？我若要讲伊活的。”你手甲搭定者，互我看死啊，对毋对？好，伊的意思是安尼。这位长辈真趣味，伊讲：“你可真巧吼，无毋对。这只鸟死还是活，是伫我的手中。”伊讲共款，你要爱啥物款的生命，嘛是你家己本身的决定。你决定要过啥物款的生活，就是讲你意伫要爱啥物款的生活，你就为着这个生活去打拼、去跑走，你就会当得到。我想上帝互咱自由意志来选择咱家己所为，咱家己会当决定咱所要的。只要咱愿意将生命交予上帝，咱愿意顺服伫上帝所交代咱的。咱甲上帝有结连，上帝绝对甲咱相合伫咧。虽然咱袂当决定什么，总是咱若有照上帝所教示咱的，上帝伊就会赏赐伊所要互咱。我上帝帮助咱，虽然咱活伫今仔日即种的环境甲世代，欠在互咱看拢无，总是咱将做一个基督徒，咱若将咱交代伫上帝。上帝伫咱中间，上帝要互咱看见，咱用信仰怎样来面对，将咱所领受的实践伫咱生活的当中，咱同心压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虽然阮知阮软者软弱，总是当阮互被上帝你将做阮生命的主，阮开阮的生命互被上帝你入到伫阮内面的时，就阮通承受被上帝你所互阮的，将做阮的快乐，互阮随望活伫即个世代，总是阮确信，即个世代是属于你，就也要属于阮。主帮助阮怎样来找求被上帝你，怎样来将被上帝你所赏赐阮的起做伫阮生命中间，阮的人生所跑走的。是充满平安，是充满喜乐，是充满上帝你所甲阮备办迄种的光明。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感谢甲恳求，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上帝的话，咱做伙来吟。圣诗第578首，人生亲像山野草花。
今仔日是本会文字事工纪念主日，咱请团队部部长陈丽娜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真紧吼，一年阁过去啊！咱真感谢上帝。咱伫20几年前家庭团契发起即个文字传道事工了。歹势，我把口罩人要甲我翕相。发起即个文字传道事工以后，咱大家拢足听教会，足听即个事工，咱拢有关心代祷甲奉献，一直到20几年来，咱的常常拢讲，咱这文字传道要买福音小册，有人就问我讲，是啥物福音小册？因为咱若看咱周报这页也有页更新有无？恁所奉献的文字传道事工有一部分嘛奉献伫这个，所以搁较好。你若要传福音，就是甲这份转送予有需要的，因为咱拢有看到内底有足侪足水的故事，会当用这来安慰人，用这来互人认捌上帝。所以你若甲这举手之劳传出去，你就是咧传福音。这就是咱的文字事工所要做的。咱的小目，当年的小目，咱拢有公布过伫咱的好会手册，请咱家己来看。今仔日咱会发现到咱的周报有夹到这份。这就是咱的奉献袋啊啦，这就是奉献袋啊，请大家多多利用，谢谢，感谢主，感谢大家。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咱即时来进行奉献。
请坐。即时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6面教会消息第1条。今仔日主日礼拜由新老病院医务部主任赵连成牧师前来本会正道，感谢伊，也愿上帝祝福伊的服侍。第2条，今仔日是本教会文字传道主日，请兄姐为本教会文字传道事工的推动，关心代祷、甲奉献，也请各位兄姐来做伙参与。第3，本会对7月份恢复2场主日礼拜，第1场第2礼拜上午9点举行，第2场是华语礼拜10点45来举行。第4，6月25日本礼拜四是端午节，教会办公室休假一日。第5，6月28日就是后下主日，是台南大专中心奉献主日。大专中心主任牧师吴明翰牧师要到本会公道请安报告。第6，本会定伫7月5日主日第1场礼拜中举行洗礼献信礼，请有报名成人洗礼献信礼的兄姐，伫今仔日主日礼拜后，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屋要问道理。若要报名幼儿洗礼的，请往办公室来报名。报名到今仔日10日。第7，本教会定伫7月12日主日以及7月19日主日进行2020年上半年度会计簿册的审查，由检校人员魏安妮姐妹交林婉琪姐妹负责检校。地点是1楼的副堂，请各团契机构会计人员将簿册整理备查。第8，请各团契制作2020年下半年度聚会内容表，优先将7月份聚会的内容表来交予办公室，以便周报的编印。再来集体交通。第1，本会陈无理兄弟已经伫6月19日举行告别礼拜，遗嘱感谢教会牧长中集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遗嘱。团契消息。第1，各团契机构恢复聚会时间，请看以下公告：客友参加聚会，游玩需要戴口罩，消毒双手。手证团已经伫6月19日顶礼拜5恢复练习，因是伫教育大楼4楼。圣歌队对本礼拜6 6月27日恢复练习，地点是大礼拜堂。家庭团契对7月2日下礼拜4恢复聚会，家庭诗班恢复练诗歌，地点是伫伊丽莎白到小教堂、纪念教堂。小家庭团契7月3日下礼拜5恢复聚会，地点是1楼副堂。青少年牧区7月4日下礼拜6恢复聚会，地点社区发展中心松年大2的大教室。妇女团契妇女诗班7月4日下礼拜6恢复诗歌练习，地点是伊丽莎白纪念教堂。妇女团契的早祷会拜2 7月7日下礼拜2恢复聚会，地点伫社区发展中心松大教室上河团契的消息有较长伊上河团契7月2日下礼拜4早起9点恢复聚会，地点是社区发展中心上大教室。欢迎兄姐
安心来参加。但是若有发烧，也是无爽快的请游员安心留伫厝内休养吼。7月2日的主日是要请咱的陈游贤牧师。7月9日礼拜4的上河团契聚会了后，伫11点伫上大的教室要召开第2次的团契委员会，请游贤牧师团契顾问各委员半忙参加会议，出席会议。欢迎兄姐嘛参加伫上河团契每个月一次无定期伫礼拜4上午9点至9点50的团契的祈祷。详细日期咱来看周报吼。咱即时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遍，咱小等来读2遍。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就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的雅各1章12节。咱做伙来读。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就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的雅各1章12节。搁一遍。拄着试来忍受的人有福气，因为既然经过试验，要得到活命的免流，就是主所应允，互听伊的人的雅各1章12节。这时请牧师来报告。兄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真欢喜，就牧师来到伫咱的中间团工活伫当下这个主题。特别是，互咱知影保罗因信称义，甲雅各书主张，其实拢是相款的。所以咱用拍谱来搁一遍说多谢。咱伫拜5有举行顾陈牧李兄弟的个别礼拜，伊的节节也师姐毋知伫咱的中间无？也师姐后壁嘿，伊要代表家族甲大家说多谢，好。多谢。毋知今仔日第一遍来咱中间做礼拜的兄姐，请你举手好无？好，若无咱时间交互师会。三甲来吟祝福车客的诗歌第399首，愿上主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吟诗线，请节目师带咱来祝祷。愿上主大仁爱，延将你心来，主会听。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们。
请坐灭道比会。